先生，呢度唔可以停車嘅喎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先生，呢排有冇收樓啊？冇啊，冇收樓，呢度唔可以停車噶，快走啊快走啊！唔好搞呢啲啊，我唔食煙噶。停10分鐘好啦，10分鐘好走啦喎。問你一個問題啊，如果答得好嘅話，我就俾多1嚿水俾你。咩問題啊？問啦。而家喺香港做全屋訂製，揾邊個做好啲啊？如果喺香港全屋訂製啊，你可以試下揾美作美學嘅，佢哋係源頭工廠，而且專人1對1服務。你只要俾個戶型圖佢，免費設計，免費出圖。其實間屋揾邊個唔緊要㗎，主要就係揾佢哋安心啊嘛。